即马这风台是愈来愈靠近台湾。林保署讲，伫咧极端的情形之下，雨量到时若落了伤大，甲800毫米的程度，这马达暗溪有可能会出现新的崩山湖。目前伫咧水尾的庄仔头，包括光复乡、凤林乡、甲万荣乡，拢已经有先做准备，随时会当甲民众疏开。那其他的县市嘛，拢为风台来提早来做准备。看风台渐渐挖近花莲光复乡的居民唔敢大意，那伫主体门口放沙包，国有风水梨啊，惊顶一届的一楼事件搁再发生。你看我们有的家里都整理好了啊。现在如果再一次，那我们东京呢，不是又泡汤了？如果红色警戒，一定就是说已经停班停课了，那我们就可以很快的来撤离工作。因为未来几天落雨预报达到黄色警戒，林保署花莲分署已经请花莲县政府光复凤林万荣乡公所量早进行预防疏散撤离。因为根据中央气象署公布未来几天的累积降雨量来看，金邦的无雨情形，若是雨量达到800毫米，马大岸溪可能出现新的崩塌，形成新的崩山湖。极端的情况之下，预测淹塞湖会发生的状况，雨量的水会下来之外，可能在上游会形成新的淹塞湖。我们预估的最大水量大概是1500万吨。高雄南行，台东各地农民心境变真暗，惊风台一来拢去了，经抢修切啊甲金蕉。修管农民间接的损失，但是如果台风一来，损失更大，所以农民2选1就是抢割。嘉义布袋观光渔船业者调集白所固定，嘉义渔钓百年古厝，顶一届风台侵袭修理一半，今即届风台来有大损害。即摆做法，咱小可有改一个看，动一动的。还有工人提早拆除渔钓渔稳那边的铁丝仓库。你无拆伊这已经是过界啊，那还要合落来新北新店饮秀社区顶届大雨挡土墙放弃，趁风台要来进前，紧对山坪喷红毛土固定。家人背搭游艇码头，真侪游艇唔是刷在路面，就是加把几条索固定。把这些缆绳全部固定好，然后防止那些船体是碰撞，然后造成损坏。因应风台，各地拢加强防范，望甲风台速度来影响降到最低。公司新闻采访报道。